個55歲嘅香港阿哥竟然拒絕咗一個29歲嘅未婚女仔。前段時間呢位香港阿哥咧喺我評論區入邊留言話想揾對象，然之後一大班嘅女仔咧話想識佢，佢覺得實在係太煩啦，就過嚟揾我，話叫我幫佢篩選幾個啱嘅女仔。我就幫佢介紹咗一個形象非常之唔錯嘅女仔，但係咧接觸過2次之後，佢就直接拒絕咗，理由咧有3個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女仔家庭條件太普通啦，學歷咧都唔係特別高，只有普通嘅本科，傾起身咧覺得佢冇咩見識。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女仔快30歲啦，冇咩存款，工作一般般，但係有一大堆嘅奢侈品包包，說明咧佢貪慕虛榮，唔係一個適合過日子嘅人，而且工作咗咁多年咧都係揾唔到咩錢，說明佢係一個冇咩工作都冇咩能力嘅人。最後咧呢個女仔對佢太過主動啦，驚人哋係衝住佢香港身份嚟嘅，佢話想揾一個睇上佢嘅人，而唔係睇上佢香港身份同埋錢嘅。話是話啦，我覺得呢位大佬都太唔現實啦，你係都要揾一個比你細10幾歲、20幾歲嘅，仲要求人哋生得靚、身材正、家境又好、學歷又高、工作能力又強嘅，人哋有咁嘅條件，點解仲要同你喺一齊呢？人哋貪咩呢？